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初选，陈廷辉是赢林俊宪一输输啦，讲敢若赢32通电话支持，所以陈廷辉若想要当选台南市长，是一定要来团结到林俊宪的力量。早起本地传出讲，陈廷辉要亲身到林俊宪的办公室来拜会，结果两个人拢讲无这代志。不过因两个人有伫咧党团的大会相拄头。陈廷辉讲，因有握手致意，讲台南团结无问题。我没有说吧。听到问题，险嘛反应袂过来。风声讲，陈廷辉伫今日早起9点，将会前往林俊宪国会办公室当兵甲拜会请教。谁要拜会哦？廷飞委员。他要拜会哦？对啊。他拜我怎么不知道？同款想袂晓的，也有林俊宪。虽然也未正式约拜会时间，两个人先伫民进党团大会小组，刷前后卡入去会议室，无伫镜头前合体。那呢，镜头过来活动嘞？有啊，握手啊，有啊，他就是加油啊，他说基本上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啊，台南的团结没有问题。因为他们两个需要私下的 talk。毕竟台南的初选竞争真激烈，陈廷辉以2%的差距胜出。以1200份有效的电话样本来算，大概敢若差32通电话的支持。陈廷辉想要胜选，一定要结合林俊宪的力量。陈廷辉甲那样的对手下两届高手5摆拢赢，如今将要对决第6摆。他最担心、最害怕的，一定就是陈廷飞。陈委员，你赢了5次，20多年来，台南有更清廉吗？下两届隔空呛声，陈廷辉充满信心，也表示目前已经请党中央安排，将会和主席赖清德见面，整合另样的力量，自控力量要将台南守护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